向正到早，欢迎收看今仔日7月初3台记大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平湖这个渔船大进湾88号，早暗8点左右，伫金门海峡掠小竿啊，向向互中国的海警船、硬顶船做检查，尾夜佫甲船含人押回去中国。船顶有5个人，2个台湾人，3个印尼渔工。海巡是表示，为着避免冲突野悬，所以就无佫捉过去。政府即马是呼吁中国爱赶紧放人。中国海警船最近动作正多，6月15开始宣布实施新的规定，也就是会当伫咧认定的管辖海域，定船检查考核涉嫌违反因出入境管理规定的外国籍的船甲人员。敌方舰队已进入我辖禁限制水域，严重破坏区域和平稳定及海上交通安全秩序，立即转向离开。昨暗有一台平湖级别渔船大进湾88号，伫金门附近的海域掠小竿啊，有一台中国海警船换过来翕相，要过强定船检查，控制船的通信。迄当船船顶有4红的船长加5位外籍渔工，附近要甲20台渔船看到了就赶紧离开。除了制造区域的紧张，对台湾的灰色地带胁迫以外，事实上对自由民主世界来讲，这都是一个升高敌意、制造不安的因子，对中国毫无好处。海巡署伫接到通报赶到现场，发现南方的船已经被带转去中国的围头港，并还佫有4台中国的海警船一舰，甲咱的海巡艇相上要到50分钟。为了要避免冲突升悬，停止检查。其实咱海巡署伫咧几工前就已经向中国发话。中国在太平洋海域频频制造争端，我方持续掌控相关情势，适时应对，严厉谴责不正当的执法手段及任何形式的滋扰行动。今年自1月到6月25为止，海巡署已经驱赶外界中国的船835台，定检大汉的有7台。因为时空原因救援未赴，大进湾88号所来将会由陆委会甲渔业署透过两岸公道协调。记者综合报道。详细的消息来关心美国在地协会处长孙晓雅特别录音，外交部长林佳龙昨昏是颁发特种外交奖章，感谢伊对台美关系贡献。昨昏孙晓雅嘛主持伊任内最后一届美国独立纪念日的酒会，但副总统萧美琴嘛有去参加。孙晓雅特别以中文向萧美琴说多谢，伊嘛表示台美的关系一定会愈来愈发展。美国也相当赞赏您在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下所展现的稳定领导力。我相信，在赖清德总统的执政下，以及我的继任者的任期中，美台之间的友谊将会持续蓬勃发展。用中文向萧美琴副总统表达感谢，看会出2人交情真好。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晓雅第3年主持美国独立纪念日酒会，也是最后一遍。伊将会伫这礼拜离职。萧美琴也感谢伊的活力甲贡献，互台美关系更加紧密。Of course, we're also thankful that as Taiwan faces military coercio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has supported the strengthening of Taiwan's own defense capacities. 参加酒会除了领演的人士，还佫包括立法院长韩国瑜、副院长江启臣、台中市长罗秀燕、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加民众党主席郭文铁，拢来甲美方维持良好关系。接过外交部长林佳龙所颁证的特种外交奖章，孙晓雅伫30年前也捌派驻台湾，伊讲到这2边的经验。Even as the world evolves and the challenges we face become more complex, the long-standing U.S.-Taiwan relationship is only getting stronger. In the recognition of her great contribution to furthering substantive partnership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林佳龙感谢孙晓雅任内伫各项领域推动台美合作，得到前所未有的进展，并且继续透过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 GCTF， 甲第3国家拓展交流、公卫、治安、能源等议题。最近也伫台北办面力训练演习营，甲美加2号分27个国家人员。
针对警报系统运用、疏散避难设施规划管理，一个 NGO 协力机制等主题交换意见，并且实地参访明日任务队训练中心，加台北捷运的民航车站西门站，了解台湾民航的情形。顺香港这礼拜2台，未来将会由美国驻日本大使副馆长郭立言接 AIT 台北处长。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经济部长郭志辉昨昏伫立法院伊访问到欠电的问题，伊是表示，台电最近跳电的情形，其实和过去比起来，并无较济，只是媒体爱报，报甲袂输，逐工拢有共款。啊，毋过呢，昨昏伫桃园和台南，就真正个传出失电，两个县市计共有上千户受影响。这期中昼12点外，台南市区停电交通后期失效，加南区警察指挥交通维持秩序，有饮料店杯仔口无法度封膜。封口机没办法封膜，看他们要不要就是杯子装着，然后这样拿着喝。无法度封膜饮料，真正之旁咧都惊抓出来。伫小食店，民众讲都惊食少的会流汗，才特别挑选有冷气店头，结果也是拄着停电。停电啊！我要内底我要热死啊！要当着几身躯干，搁食，搁当遮食这烧的。30几度嘿，我伫遐煮啊流汗啊，苦苦滴啊。面店头家原来煮原来热甲流汗，未少民众拢讲热甲挡袂牢。根据台电统计，7日中昼因为开关伤故障，造成台南市南区大东路2段、台南市东区大东路1段这所在有1290户停电。台电派人抢修，伫第下晡1点03分就来电。暗过7日停电事件毋若一件。透早6点外，碰瓷卡标线路、高压电线造成桃园中立龙昌路加北德区中兴路这所在4961户停电。乱七八糟，没事停什么电？睡觉睡不着，热得要命。对最近定跳电停电，有利于关注台湾敢有欠电。经济部长郭志辉伫立法院接受质询，讲出答案。每一年的跳电的次数跟当今来比，现在并没有比较多，现在只是因为媒体的报道。反而好像他每天看到都有个跳电。针对13-1号起7月27特别度行，立法院下礼拜会排审协定延期法案。郭志辉是回应尊重立法院决定。这么多的民众这个期许，立法院他会参考吧？我们就是执行单位，立法院只要通过什么，我们就去执行什么。台湾近一段天用电高峰期，核电陆续度行，国际大厂超肥甲回答拢想要伫台湾投资，有9个县市咧争取，暗过若要设电厂拢拄着示威抗议，所以华夏区县市既然要按 AI 厂商投资，也希望能协助台电发电成功。记者综合报道。在韩乡亲，咱同齐来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意大利政府7月初1向欧盟提交新能源计划，讲核能会当帮助净零碳排，所以意大利会伫2028年停用火力发电，因伫2050年核电的比例会占11%。这是代表意大利要改变34年来废核政策，要重新启用核电。继续关心《联合报》。台北市的汽机车停车格真恶抢，尤其是大型的重型机车，车位是搁较歹找。台北市的停管处伫顶个月，因为向交通部提报讲，因要试办两个机车格，会当停一架大只的重型机车，也毋过这是引起一般骑奥多拜的人真烦恼，讲安尼未来车位毋是搁较歹找。啊，若骑重型机车的人，因也是希望会当有专用的停车格。继续关心《自由时报》，国民健康署已经提供子宫头癌、脸癌、大肠癌、喙癌、肺癌这5种癌症的体检。最近呢，佫拍算要试办胃癌的体检，按算提供50岁至74岁的族群，一世人会当有一届的体检。目前当地问医疗单位的意愿，总共有顺利，按算后半年就会当开始试办。一若3阴性脸癌患者通常是有健保给付的化疗和手术，也毋过化疗的副作用较大。虽讲即马有免疫治疗效果真好，副作用嘛较低，也毋过并无健保给付。若是自费，就要开超过100万。民间团体即马是呼吁中央甲免疫治疗列入去健保的给付项目，会当来提升癌症的治疗效果。42岁的科学家去年确诊3阴性脸癌，科学家自费100多万做免疫治疗，搭配化疗，生活品质加真好。自费同意书给我，单子上面写了13万。医生那时候说化疗8次，
他还不敢告诉我说我还有术后的9次。免疫治疗也有用伫气刷感，医生嘛讲死亡率相关的气刷感，若无基因突变，侪朋友拢因为经济负担伤过大，国不理将选用健保化疗，放弃效果较好的免疫治疗。没有肿瘤基因突变的这个肺腺癌，大概也占了全部的30%。那这个30%的病人，基本上他们都是要用传统的化学治疗。民间团体表示，传统化疗副作用真大，虽讲有免疫治疗通选，不过费用真悬。总统赖清德画出2030年降低1/3癌症死亡率的健康台湾目标。因认为，放任亲像免疫治疗这寡疗法，健保给付的标准是有必要的措施。我们一线通常会是用比较传统，那它可能相对是比较便宜的药品。那我们要一线治疗失败，2线再治疗失败，可能最后才能使用到最先进的治疗。在这么多的新药里头，那怎么样选择有效的、有价值的药？我们已经拟好了这个行政法人国家医疗科技评估中心设置条例草案写好了，这个礼拜就会送到行政院。健保署表示，目前政府有咧参考英国、韩国这寡国家的做法，希望成立独立运作、行政法人的国家医疗科技评估中心。未来这个中心来成立，就会使加速各款新药的审查。记者郭柯明在台北报道。继续来关心疫情，新冠疫情继续在加悬。伫顶礼拜新增加64个死亡的案例，其中上少年的死亡个案是北部一个10多岁的青少年。疾管署是预估讲，伫7月中就会到 COVID-19 疫情的高峰期，一礼拜的确诊人数有可能会达到12万人次。另外，即马流感真罕见，嘛伫热天在流行，嘛出现高峰期。顶礼拜有16个人死亡，上细汉的敢若3岁尔。让今年流感出现罕见的夏季流感高峰，疾管署公布顶礼拜一份新增加68例流感并发重症，16例死亡病例，其中上少岁死亡个案是南部3岁查某囡仔，伊无潜在疾病，去年做过流感疫苗，破病了后捌收治加护病房，到尾也是因为流感并发脑炎、心肌炎不幸过身。他在住院之后，这个病况变化得很快哈。除了这个血压不稳定之外呢，另外他的心脏收缩的功能也有明显的下降。那在这个住院的隔日就不幸的过世。另外，新冠疫情也持续升温，顶礼拜新增加932例并发症，60例死亡，死亡人数比前一礼拜升6成，也创下5月以来单一礼拜新高。其中上少年死亡个案是北部10多岁的青少年，本身有阳性病史，就医的时阵2摆心跳停止，因为病况持续恶化，住院隔天急救无效死亡。疾管署预测，这届疫情会在7月中达到高峰，但一礼拜就医恐惊会有12万人。我们预估大概7月中大概会有12万左右的就诊人次，也就是大概是6万左右的一个感染人数。另外，新冠变异株 LB.1 最近快速增加，本土验出来占1成4，免疫脱逃加传播力更较强，不过疾病严重程度无明显增加。为了因应流感疫情升温，疾管署原来宣布公费流感抗病毒药物扩大使用条件，只要有类流感的症头，而且厝的人同事、同班同学有类流感破病人，拢适用，到7月31日为止。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咱台湾附近是透东南风，各地拢是侪份好天的天气。敢若伫东南部，因为遮方面，所以会落底渐雨，咱同齐看云图。今仔日气象署是继续针对咱全台湾13个县市发布高温的特报，拢是柑仔色的高温灯号。按算伫西半部高温有35度至37度，也若中南部的所在高温有可能会升到37度以上。日是紫外线指数是过量的，甚至会达到危险的级数，所以提醒乡亲，若是有要出门，就爱做好防晒，嘛爱加啉水，才袂着沙。另外，伫西半部也有各地头的山区过到了后，拢会落西北风。咱来关心苏花公路中德路段，7月初1日时是发生水崩山，有几若台车掉伫遐。啊，若公路总局协助抢救，伫昨早时拢已经把这个车解救出来啊。也毋过昨下晡搁落西北雨，所以即马若要通车，可能要等到今仔日下晡。另外，伫台铁这方面，西正线伫今仔日透早5点已经抢通，试车了后较真安全，所以已经恢复双向通车。也毋过车速爱降低，是讲即届的水崩山。
湾发生山壁崩落山壁落石头，花莲县政府伊的灾害应变中心拢无启动，即嘛引起质疑。苏花公路的中德路段是路石崩山，影响宜兰来往花莲的交通。真侪大货车拢伫个中德段头前等抢通，因为若行南回，运费就加倍。如果我们走南回的话，运费会 double 啊。因为它一般来讲，如果是疫情性封闭的话，它早上就会开啊，因为有土石流。初一暗时，花莲是下大水雨，大高线真侪路段拢发生土石流，是影响通行。花德隧道中国有真侪汽机车封掉伫遐，无法度叮当。哇，你看，这个要清，我看一个礼拜都清不完了。民众甲赛车经过土石流区迄个画面翕落来，互人看了真惊。经过周修，初二早起7点，受困的车拢总脱困。雨真的很大，那当然很担心啊，都一直随时注意山区的状况啊。但迄当初有100个人受困伫苏花公路，传出民众半暝12点外报案，公路局知影状况，但是无报予灾防中心。上局接到通报嘛，因为认为人车平安嘛无启动，报告界质疑讲暗探灾情。县消防局解释讲，灾害应变中心要10个人以上死伤的重大灾情才会成立。没有办法再往前，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些车辆，它其实是在我们的惠德。以及在我们的崇德南口这个路段，我们那个土石流成立的要件除了要有15人死伤的一个重大灾情，我们才会成立。我们都有循着机制回报给这个公路总局，希望公路总局在这个赶快来做我们的处理。玉山区初二下晡阁落雨，加上边坡土石流，崩过几啊摆，甲路面规个拢淹起。苏花公路中德段本地迄天下晡5点就要抢通，即嘛因为受灾的状况真侪，通常按算啊延到初3下晡2点。记者综合报道。天气即嘛是热翕翕，毋过有一群人毋惊热，因当在挑战冈山三太子的洞啊行路环岛。这是9天民俗技艺团第12届的太子极限环岛比赛。7月初1日时对台中出发，昨昏是已经行到彰化。今年有21个人参加比赛，因要用28天的时间，用行的、用步练的，是台湾一年。大日头下，选手轮流跟三太子行路环岛。这是9天民俗技艺团举办的太子极限环岛比赛。今年有3个队伍，计共21个人参加。有人是为着环保参加，嘛有学生囡仔要来挑战家己。我无想要伫厝，敢若就是食饱困，困饱食，也无着拍电动，安尼敢若生活真无趣味，所以我就想要来挑战一下家己。行路真正足健康的哦，而且咱爱为台湾做一寡代志，就是讲，即马逐工愈来愈热，咱是不是会当做一寡较环保的代志？跟三太子行路环岛这个比赛已经举办12天，主办单位9天民俗技艺团表示，这个比赛上重要的是团队的精神，队员爱互相斗3天，才有法度完成比赛。唔但有教育意义，嘛是一种文化体验。伊无分宗教，嘛爱拜拜，嘛有耶稣的，拢有，会使去咱家己的这个土地，用这种无同款的方式来纪念家己。比赛为台中出发，第2天行到彰化。主办单位表示，今年比赛要用28天的时间，行完1035公里的路，按算7月28天行回去台中，完成是台湾一年的挑战。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国际新闻，赶紧来关心印度是发生真严重人打死人的事件。这是伫北部一场宗教的集会所在，来参加的人数是超过许可的人数。结果呢，有人烧鸭跋倒了后，就发生烧贴、烧钱、烧打，上无有造成116个人死亡。看车顶头装满尸体，这场宗教集会造成大量的死伤，其中真侪是妇女跟囡仔，是印度近年来上严重的吞大悲剧之一。随着一个北横邦的这场宗教集会，主办人是被核准会当接受5000人参加，让5秒所来超过15000人。这个邦的高级官员讲，活动结束了，有一人信徒开始向舞台方向一直杀过去，伸手想要往舞台顶行来传道者，才会发生意外。जो मुझे डॉक्टरों ने बताया है कि लगभग 50 से 60 के आसपास की एक फिगर。现场真混乱，死者遗体被搬出了，一个真侪个人的随身物品留伫咧
现场。 ये पता ही नहीं सब संगत में इधर को लोग बाग गए हैं वो पता ना क्या हुआ क्या ना हुआ。印度过去就不定定发生这种宗教集会吞大的死亡意外，参加的人伤多，主办单位无做好人数控管，像2013年中部吞大事件造成115人死亡，2008年250人死亡，2005年是340人死亡。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 欧罗巴航空一架飞行机7月初1对西班牙的马德里要飞去乌拉圭的首都，伫半路的时去拄到强烈的乱流，造成40个乘客受伤。乘客讲，当时发生乱流的时，印度航伫飞行机内底切来切去，有人无下安全带，规个是海去天崩。透过乘客提供的影像，会当看到椅仔断去，椅仔顶悬阁有火，当时真正真恐怖。 在欧罗巴航空 UX045航班遭遇乱流的乘客，伫北港的巴西东北部纳塔尔机场附近在等转坐巴士。乘客讲，拄到无预期的乱流，机舱的情形是真混乱。Madrid a Montevideo y nada, de un momento para el otro se estabilizó, se fue en picada y toda la gente que no tenía cinturón se fue por los aires, se dio contra el techo, se lastimó, etc. La gente que tenía el cinturón no tanto. 这架载315人的波音779梦幻客机的航班，原本车为西班牙马德里飞向乌拉圭首都蒙特维多，中途遭遇强烈乱流。根据乘客伫迄时阵翕的情形，天棚弄甲落落去，光线看甲清清楚楚，伊也个人有乘客血迹，甚至出现伊也裤断去的情形，显示浪的力头是有够大。 Hubo gente que se quebró, que tuvo varias lesiones en los brazos, cara, pierna, en todos lados. Y bueno, más o menos tuvieron 30 personas heridas. 这架航班遭遇乱流了后改变行程，临时撇向巴西纳塔尔。降落时阵，已经几十台救护车停伫天气病院等，将40个受伤的乘客送去附近的病院救治。目前知影已经11人留伫病院观察当中。 欧罗巴航空为马德里紧逼调派另外一架航班，飞到巴西来载乘客，继续去目的地乌拉圭。早伫5月份就连续传出客机遭遇乱流的意外事件。新航为伦敦起飞的波音777客机，这73岁乘客因为心脏病救无倒来。卡达航空为拄下飞去爱尔兰的波音7879客机，造成12人受伤。 飞行专家讲，气候变迁造成大气气流更加无稳定，好的天气出现雷达无法度侦测的晴空乱流几率，为1979年到2010年平均增加17%。坐飞机了后，赶紧绑好安全带，才将伤害降到上低。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 来关心缅甸的军政府一直拢有在控制因国家的粮食的介绍，因即嘛是指控日商永旺集团和当地企业勾结调关米的介绍，不然呢结局应该11个人掠走。 根据缅甸军政府的指控，这10个人涉嫌违反政府规定的调味介绍，以31%至70%不等的起价幅度卖调味产品。其中，日商永旺集团缅甸分公司的商品本部长，现年53岁的李松阳，嘛伫这个互人逮捕的11个人内底。当該法人の健康に問題はない旨、在ミャンマー大使館が説明を受けておりますが、引き続き現地大使館を通じて必要な支援を行ってまいります。 外电报道指出，缅甸是生产调味的国家，基本上未欠米，未有强输失调的记录。问题是缅甸货币的汇率，中央银行的官定汇率是1美金兑换2100缅甸币，不过黑市行情达到4500块，是政府规定的2倍外，造成业者甲农民进口肥料甲燃料成本大大增加，同时民间物资大起。世界银行估计，缅甸的通膨率达到20.1%。对这代志，军政府的手段都是强制规定介绍，故意逮捕入境。 做手段处罚违规关价卖物件的业者。伫这个逮捕进前，原来有民众以类似的罪名，互人掠入监。像讲顶个月，就有35个人去互政府指控用乌市汇率买卖外币，并非法销售不动产，注重资本外逃加缅甸币遍布。公司新闻，戚家人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
美国这个法院判决美国前总统川普伫国会暴动案有部分的总统赦免权了后，即马纽约曼哈顿的法官伫今仔日伊是决定讲，这川普风吹费这桩官司的判决要对7月11延到9月18才要宣判，因为这个时间是辱华总统大选，法官的这项决定嘛引起议论。继续关心，法国媒体有讲有2个中国间谍，也就是中国国家安全部伫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负责人和伊副手，因为强迫中国的异己人士被遣返，甲因遣返，即马是互法国下令甲因2个赶出法国。法国表示，北京甲手伸到法国的地盘愈来愈严重，因则暗示要抬价加高。来关心日本的小林制药掺红壳的成分这个健保食品，伫3月份的时传出有消费者食出问题，甚至阁有人食到尾也死亡。日本的厚生劳动省昨昏公布，这个案件死亡人数新增加到76个人。若去互医生看案例已经超过2000人，其中即马也阁有492个人也阁咧住院。镜头等下咱讲来，咱来关心进前有台语团体发起联署，要求教育部爱甲闽南语正名合作台语。教育部即马已经有做出回应，讲会先大声对课纲以外业务甲闽南语改做台湾台语。也若课纲这部分是爱先经过课审会来讨论。台语团体和立委是呼吁教育部唔好阁闪嘛，唔好阁拖。2022年的时候，教育部长在这个地方就承诺立法委员要来进行盘点，已经给你们2年的时间了，你们已经延宕2年，所以2周之内完成教育部的盘点，就台湾台语要证明使用的部分。6月初6第2判院针对闽南语要正名做台语的议题，民进党立委吴派亦指出，2002年教育部早就有承诺讲要研究甲协调，2年过去啊，教育部所要实无实际行动。不过，即马教育部总算有书面的回应，拍算要先对课纲关联性较低的业务来改。8月底进行，咱教育部家己内底的咱的公文，佮有咱这个网络顶悬的词典，都会来完成台语的正名。这我感觉讲这是第一步啦，过来就是咱的课纲，咱的课本，这要经过课审会来讨论。针对调整台语名称的规划，根据教育部提出的报告指出，会照文化部进前公布的国家语言发展报告建议用语，包括台湾台语、台语和台湾闽南语混做非课纲甲课纲2阶段来修订台语的名称。其中针对课纲的部分，要搁来研究讨论共识。不过，要发起台语正名的民间团体是认为，照文化部进前的调查报告，社会早就已经有共识要叫台语。就会当一步一步来，阮也是感觉有肯定啊，感觉足好诶。毋过，阮伫遮是想要请求课纲小组，因着爱尊重大部分台湾人，就是认为台语就是叫台语诶事实。所以因讲要去追求共识，阮是感觉讲其实共识已经有啊，就是叫台语。根据教育部的书面报告，文化部打算伫7月至10月召开国家语言发展论坛，其中会讨论台语名称的议题。教育部表示会积极参与，后续课纲会根据文化部的建议来修订名称。也那民间团体是呼吁教育部针对课纲闽南语要正名做台语的诉求，莫阁闪避甲拖延。立委嘛表示会继续监督教育部。记者卢尚如、郑春游台北报道。另外呢，为着要解决招囝怀危机，行政院长杜永泰有建议讲，户政单位会当甲应当爱结婚的年岁，抑阁还未结婚的，或者是已经结婚几若冬啊，所拢还未生囝的民众，透过户政资料甲找出来了后，互相关单位来针对这个人提供奖励。也毋过呢，这是引起外界质疑侵犯隐私。杜永泰伫昨昏时背回讲，伊只是希望会当有效来宣传政策，绝对无打过线。体验联谊活动，台北市要促成单身的人透过联谊熟悉另外一半。9月7日，各要办联合婚礼，推出奖励催婚。毋若要催婚，少子化国安规矩，生囡仔是一定爱有的。行政院长杜永泰提出，户政单位应将适婚年岁、未婚青年或者是结婚无生囝人的资料找出来，方便小解奖励政策引起侵犯各族疑虑。将来透过各种的科技技术，可以更有效的直接做一些政策及奖励措施上面的加强宣导，
绝对没有逾越现在在进行的各项工作。导入台定清健全的户政制度，应有效帮助政府做人口规划。按过调解立委共写呼吁，爱重视个人隐私。不结婚或不生，第一个是个人的选择，也是人生的这个生涯规划的选择。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有点侵犯到个人的选择哦，人生的这个自由，还有隐私。没结婚没生小孩，难道是罪吗？每年都上千例以上来帮助少子化，结果越帮生的小孩越少啊！这个户政的部分，那是由每一个国民他自己的隐私权，他能够自己决定他要不要结婚，他要不要有下一代。那这就是我们跟其他非民主国家不同的地方。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思瑶是到三港讲话，强调导入台公法利益是正良善，不过爱顾虑被吹出来人的感受，也要避免告主泄露议论。记者综合报道。也那中央和地方即马拢在拼鼓励生囝，云林县政府伫今年就推出鼓励生囝计划，讲只要囡仔的父母其中一个人户口伫云林满3个月，安尼就会当去申请6万块至13万的津贴。也毋过最近嘛发现讲，有家长津贴这条钱领了后，就随迁户口、刷户口，所以即马云林县政府要修改办法，爱甲户口设伫云林，而且爱伫云林住8个月以上。才会当申请。云林县连续16年出事的人数拢比死亡人数更较少。为着要刺激生囝率，县府推出万保量的计划，只要爸母其中一个人户口放伫云林3个月，就会当申请领6万到13万的津贴。不过，即马所发现有家长一个领到钱，就把户口刷出去。如果有延长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是对云林县来讲是最好的，因为才可以确保说他们是真的是云林县的在地的民众。民众说那个迁户籍过来把钱，说领到了这一笔金额，然后再离开的话，我觉得这样也不太好。根据县府民政处的统计，万保量的计划为今年1月份实施到6月底为止，已经有2569个红婴仔出世领到生囝津贴。元旦了后，甲户口刷入来领到津贴的有785个人，不过领到钱了后，就甲户口刷出去的嘛有13个人。总占比是大概0.07啦，也就是不到1成这个数字这样子。那我们或许会觉得就是说这个有迁入迁出的这个情形，那其实迁徙是一个有多种原因的啦，所以我们就客观的数字上来看，这13人哈。县府表示，为着要避免家长领到钱就把户口刷走，县府修订相关的办法，为7月才一开始申请万保量计划应用金，爸母其中一个人户口要放伫云林，而且爱住8个月以上，希望这个政策会当久长行落去。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继续关心咱国内有毒品集团涉嫌对荷兰运送毒品来台湾，而且佮用这部寄普通批甲毒品寄出去，因为普通批唔免人签收，就当闪过追查。警方进一步去调查，发现讲嫌犯甲这收件收批地址，拢经伫唔知头唔知尾的民众引导。等物件寄到位了后，共犯才去人兜的批桶甲物件摕出来。2个月来，伫台北、台中、高雄、甲花莲拢有。警察伫大楼搜查出来，这10个人，抑搁伫困梦当中，就是遭受毒品规划甲目睭睭，算知已经互人看破骹手。你身上厕所之后，这个东西。警方分几路全台走透透，将嫌犯拢藏起来，为公共便所、机车置物箱拢正做毒品专点藏的地点。这贩毒集团将毒品分散，用假配方式为国外运到来台湾。主嫌藏匿于幕后来统筹运毒那各地区的成员互不联络，皆由主嫌一人来统筹毒品邮件派送至多个县市，来企图制造断点。20多岁涉嫌的主嫌伫暗网找国外卖家合作，为荷兰运到来台湾转卖，靠假配特性未签收这一关，各用假名经收件地点假台北、桃园、台中、高雄、花莲等地，等到批到位，派下骹手为不知情民众徛过信箱提货。
它的那个品性的那个状态不是很正确，就是说它的包装统一，而且在它短时间间寄送的量蛮大的。酷爷批查扣19张，早伫海关查验，早就互人感觉唔对同。内底有大麻、油头丸、安非他命，连一级毒品骨科碱也伫内底。万一民众了配料可能无处理，恐惊加少运动共同架犯。这整个运毒呢，它的犯罪行为唯一抓得到的人，就是收到那封信地址的那一个人而已。所以他们一定会先从这个地方开始着手。自己如果真的不知道，你其实也没有办法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你不知道。好，他不会是帮助犯，他不会是共犯，他就是正犯。运动行动上轻5年起跳，律师建议发现问题，马上报案自保，计划提前退回邮务机关。因为不法集团手法搁进化，民众都要小心应对，唔通白白受冤枉。唔惊一班只惊万一。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南第一间艺术电影院真善美戏院，业者宣布8月份要开始停止营业，主要是因为即马景气无好，加上进前受疫情的冲击。这个消息一出来，民众拢真唔甘，赶紧用行动来鼓励因，希望因会当继续营业。戏院外口侪人排队买票，通准备入去看电影。来人评映过加真济，无人参戏院翕相做纪念。民众拢是听到戏院要停业的消息，用实际行动来表达支持。2018年开幕的真善美戏院已经经营6档，业者初一入令初向普遍，公告8月初要停止营业。附近业者讲，进前者真头家，即阵来遮的人参映过比剩2成。即摆开村楼骹。啊，甲地下室2楼电影院有营业尔，像咧楼顶拢无啊啦。啊，是安怎才会变甲遮稀微啊？啊，都无人去出入啊。安怎讲？无人去出入就歹停车。要结束营业，感觉非常可惜，因为唔知影了后要去对于看这个非主流的电影。台南真善美戏院这个点是日本时代真著名，经古早戏院的古迹。正后改名做延平戏院继续经营。早前者嘛捌正做商业大楼，2015年为业者开1.2亿重新整修。6档前真美戏院正驻是台南头一间艺术电影院，也毋过受到真几档疫情影响，再加上串联媒体即阵当兴，致使实体电影院面对营运的压力。戏院经理指出，捌有一天无到10个人起来，有那种比较温馨的感觉。那事实上我发现。在初期真的有做到，原因是因为中间我们大家遇到了疫情，其实疫情对于营运上面有很大的一个影响，也觉得不胜唏嘘。但是我希望事情是不是还有转圜的余地，还是希望说市民朋友们多去真善美看看电影。目前台南当中有13间戏院，那真善美戏院、宝记轮片的全美戏院也同款真歹经营。文化局指出，因当咧规划整合台南图书馆、文化中心等所在的播送机制，通继续提供给民众观赏艺文电影的管道。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即马hiệu热是旅游的大季，伫屏东的小琉球，旅客逐工拢是吵。因为为着要来维护当地生态，对7月份开始，伫即个所在有3大海堡拢会收保育费，一个人是收60块。即嘛正做外岛头一个收观光保育费的所在。大人甲囡仔伫科拉堡拿体验拿听讲解，屏东小琉球山福大阿坪鱼店尾3个科拉堡有丰富的生态，吸引一寡游客来遮佚佗。暗过7月开始，这3个科拉堡爱收每人60块的观光保育费。部分游客改去免收钱的甲帮玩家联系动。私下聊，他们是说他们会先跑那边，然后等看这边的收费的状况怎么样。根据统计，小琉球去年总游客数挖近112万人，虽然有观光财入来，不过游客伫科拉堡采搭，致使沿海生物量减少。为了保育生态，县政府针对划做水产动物保育区的3个科拉堡收费总量管制，这24头一天游客数明显降低。3个潮间带的进入人数约48个人，那跟去年同期的进入人数的平均是600人。所以在人数上是差距蛮多的。有几条团游客伫无收费的海域酸水厅导览，拄仔是hiệu热，小琉球顶礼拜6已经出现万人上岛情形。初2早起人无减少，面对收费议题，游客意愿无同。
当然不用说就好，最好了。那每个东西有每个东西的景色，我还是会选择就是每个东西都去参观。环团环岛人镇下刷区挖近海龟生两个甲邦湾同款影响生态。海渔署表示，甲邦湾因为挖近威尼斯沙坡较歹管制，会进行生物调查，看状况调整保育措施。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环境部是对外宣布，因即马含全国47个菜市啊串联，在推广减用塑胶袋啊，鼓励大家要去买菜爱家己炸地啊，唔通买一项就落一个塑胶袋啊，因为安尼对环境的负担真大。也那菜市啊的贩仔和民众拢真支持这个政策，也毋过因嘛讲要改变习惯需要一段时间。袂少人去市市买菜，拢是双手提满物件，塑胶袋一大堆，用量是真惊人。为着要推广减用塑胶，环境部拜二宣布，甲全国47个市场串联，希望用鼓励方式鼓励民众减用塑胶袋。有的人摕出来是手空空啊，伊要买物件转去，伊无物件通装啊，所以阮就着爱互伊。你若为着一箍，有时候跟客人的关系各会怕不好安尼。那可是像生鲜的鱼肉那种，可能就，在国外是用纸啦，所以可能商家以后要改成用那个纸包。为着减少塑胶的使用量，环境部拍算对菜市做起，嘛提供民众市市减塑的3个撇步，亲像买菜家己准备落啊，切菜水果放点共一袋，嘛莫每一沓拢套塑胶落啊。目前国内有14类对象袂使免费提供塑胶落啊，考虑点传统市场禁止会引起反弹，所以环境部有提供买菜金甲抽奖活动，先用鼓励方式来推动。因为菜市场有很多东西是没有包装的，所以我们会先用鼓励跟奖励的方式来让民众呢养成一个习惯之后，再来逐步来推动。所以这几天我一直在宣导摊商去做这件事情甚至也要做到，跟他们讲说，也要做到跟全联一样，跟 7-Eleven 一样，让消费者要提着购物袋到市场来买菜。环境部表示，菜市仔甲夜市仔是全台使用塑胶袋上侪的所在。即届透过全国47个市场合作，期望到年底，暗算会当减少6500万的塑胶袋。希望透过宣导，互买菜嘛会当真环保。记者第选谢桂林新北报道。为着要改善台北车头变速的环境，台铁即马伫13间变速有按科学检测仪器先试办，只要变速内底阿莫尼亚的浓度伤悬，出现歹味，清洁人员就会当收到通知，赶紧去拼。伫台铁台北车站的变速天幕顶加一个黑色的装置，原来这是台铁新加装的科学侦测仪器，只要变速内面的氨气浓度超过20 ppm， 就会自动发出信号通知清洁人员。清洁人员伫咧接到信号了，就会去变速内面。地板、马桶、水面座，每一个所在拢会清一遍。那好啊，这样非常人性化。我觉得很好啊，可能会比较干净吧。台铁表示，这个科学检测仪器会进行氨气、通风加照明的检测，以科学数据化来管理变速，进一步解决变速、垃圾、湿加臭的问题，提高变速的舒适度。另外，变速内面也个结合着感应服务铃。如果唔免用手拭，只要手一挖过去，就让通知清洁人员来倒沙缸或者是摒扫。如果有超过20 ppm， 清洁人员就会直接到侧间来做清洁。不定时的时候有超过20，那也是会提供讯息，由到赖群组。请清洁人员赶快到现场去做清洁。环境部伫咧去年11月捌公布民众对公共便所评比的结果，伫迄当阵台铁的便所，互人评定是上垃圾。即马台铁开要加50万，伫咧13间便所内面，引入日本的便所检查技术，经一日每工有60万人流，将便所需求正悬的台铁台北车站试办，希望会当提升便所的清洁品质。记者综合报道。第35届金曲奖颁奖典礼都结束，今年的特别贡献奖是颁予台语歌的编曲大师刘清池。伊今年是81岁，做音乐已经一家子，甲当也搁在编曲。伊捌做过《爱拼才会赢》、《酒后的心声》、《苦海女神良家》的，创作出真有台湾味的台湾音乐。刘清池嘛鼓励少年辈创作者爱保留咱文化的底子，和对社会关怀，来创作出属于这个新世代音乐。
咱毋望通过这个贡献奖的鼓励，来激励更加侪少年辈爱好台湾的音乐的工作者，来以着台湾文化做基础，也来创作更加侪有新台湾文化特色的台语味的台湾音乐甲歌曲。台湾的编曲大师刘清池得到第35届金曲奖特别贡献奖的肯定。伊捌制作的流行歌，包括《爱拼才会赢》、《酒后的心声》、甲《苦海女神亮等等，拢真出名。这个歌曲旋律是台湾人的共同记忆，嘛陪伴济劳苦的百姓度过生活难关。刘清池讲，伊认为时代会改变，不过音乐作品有关爱保持咱的文化底蕴和对社会的关怀。我希望讲。即摆这较少年的辈的人，伊有缘对着台语音乐、台湾音乐有迄种的感想，伊会当伫即个时阵的环境，去了解到即个时阵的人的心灵。刘清池目前住伫澳洲，为着金曲奖特别登来台湾，拜日伊来到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看展览，嘛和大家分享伊所经历的台湾流行音乐的变迁史。刘清池今年81岁，1943年伫台北艋舺出世，精通起步和吉他等等。1965年开始踏入业界，编曲的作品有上万条，高达60年的岁月，伊嘛还伫编曲。即摆少年也无连台语都无啥人讲，要安怎讲解？我是期待讲，伊会晓去改变，爱去就是讲愿意投入伫即个内面。到底台湾才是咱的根。刘清池认为，即卖少年辈要做台语歌是真无简单，但是伊有眼光，让大家毋通放弃台湾的根。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网络顶悬有真侪消息，有诶真诶，有诶假诶。台师大业大众传播研究所为着要互学生囡仔会当了解啥物是假消息，在后大时有专工去家己诶溪口国中举办媒体素养诶营队，希望透过课程，互学生囡仔有分别思考诶能力。学生囡仔用大纸条啊方式来模拟伫网络顶面对文章市长或者是老话，这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大众传播研究所后来期间为各中的学生囡仔所举办的媒体素养营队。因为现在网络上有很多诈骗，他们都会利用假讯息，然后来让我们民众来上当。就侪囡仔就是用手机啊、智慧型手机，就是接收这的资料，啊，搁有看影片。啊，搁有就是看新闻，所以讲为着感觉讲接收正确的讯息，安尼是非常重要。智慧手机啊真利便，毋但改变资讯传播的方式，也大大影响现代人的生活。也对嘛透过课程来了解即卖学生囡仔规工手机啊冒条条，到底拢在看啥物？可以看一些追剧、韩剧的等等的，然后。就是或者是打电话聊天这样，看搞笑跟足球比赛，有一次从6点半玩到下午5点。媒体素养营队也对学生做问卷调查，发现有9成的学生拢在使用社群媒体，其中有3成的学生每天用超过2点钟。营队表示，偏向的囡仔较单纯，即卖的囡仔拢是透过网络来接收资讯。希望营队的活动会当互因有媒体视读的观念，伫数位时代当中理性使用网络，增加判断能力，做一个巧巧人。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日月潭伫日本时代起水库了后，当地原住民族群就失去种植的土地，开始发展日月潭的观光来维持因的生活经济。不过，当地传统原住民的祭典也是有继续举办，伫今年嘛同款。日月潭早年原底是侪少族人种田的所在，尾仔伫日本时代起水库了后，种植的土地引起造成少族人传统农业文化强要消失。不过，少族人高达要是伫当年半夜种祭，传承这项重要的祭祀文化。因为就是从日本时代引进水来这里做水力发电以后啊，现在变成少族的人。没有土地可以去做一个农作的种植啊。现在我们每年都是会到这个地方来做这个仪式，照着祖先的这些训勉，就是一直这样传承。
小作夜景节佫分做夜景前节甲夜景后节，其中夜景前节是上重要的，因为居民拢爱带厝内底囡仔去学夜景，互这项文化会当继续传承落去。接续夜景节，今年小作嘛要办真久毋捌办的千秋节，学习要怎么试播，然后顺便传承这个文化。早期都是天未亮，各自家屋都会带着自己小孩子去做一个不拉钩，就是小孩子试播的一个仪式。等一下，我们还会有个祭典，就是不拉钩的一个祭典。就在今天的播种季过后，我们就是会去采集这些材料，大概在2天3天，我们就把那个秋千做起来了。千秋节主要是要祈福和祈求丰收，不过迄年若拄到部落有人过往等重大事件发生，就无一定会办千秋节。嘛，因为安尼今年会当办是真无简单，嘛真有特别的意义。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道在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是3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26度，上悬有36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是37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4度。外岛27度至33度。接下来，咱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将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